请收看《花开正红时》，花开正红时。声声缘分，久久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你解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这树爱也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。我只有零思的分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这树爱也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，我只有零思的分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，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你哪有可能啊？这代志有够大条呢，你莫黑白讲，你会严重的啊！无唔对啊，是安尼啊。这无可能啊！喂，我听我当天就做一听，我除了阮某以外吼，我毋捌去外口黑白来。你一定严重的，怪我有人格呢。陈伯啊，我是相信你的人格，不过你的身体都影着恁病啊。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外口黑白来，无可能。陈弟啊！哦，你哪会袂见笑呢？这林兵都是花柳病的呢，太高病，垃圾个要死，爱食药啊，爱注射伊个大鸡个买死的啦。哦，你是老王，你莫那黑白讲啦，你都唔知你就讲落去。你本来了啥嘞？想袂到你伫我后壁，你去找别个查某，我叫你飞倒来。无，我真正无啊。地大树，我们地大树。陈牛嘛，你好，你讲好，陈牛嘛，哎呦，陈牛啊，你玩到无？我快给我跌了。有滴啊，陈牛嘛，我个地啦，你甲我地掉的啦，我更想地。是啊，想要我相信你骗我，你长腿姐姐，你听我讲，我无可能做这种代志。伫我心目中哦，你上水的。你的心目中，我上水，有偌水？我想讲嘛，你比西施、貂蝉、杨贵妃三个加起来搁较水。西施、貂蝉、杨贵妃，哎，都拢古早人。迄骨头已经要拍鼓啊！你摕古早人甲我比，意思讲我中古的，我过期啊！你嫌我老了？陈牛啊，哎，我也无啊啦，你莫骗我啦你！我哪有骗你？我哪有一句白菜哦？好欠拢揣做竞赛。一句是无白菜啦，逐句你都骗我啦！你们，陈牛啊，莫骗我！
娶查某？我无啊。无，恁讲啊，敢唔好要无，甲恁祖妈转来去。你太快了。哎呀啦，村里尾啊，若等伊吼，这声惨啊啦。哎，你到底是要带我去倒啊？家啊，你是讲秘伫个家哦？对啊，咱现在是巷仔底啊，基佬咧秘去。你是偷来派去着？秘伫个家仔顶下无人发现。哎呦，无讲你唔捌啦，空主讲哦，有讲过一句话呢，上危险的所在，上解安全。上危险的所在上较安全。空主有讲过这句话？有啦，你看这街啊吼，人行来行去，是不是最危险？啊，唔过吼，这吼上解安全。我来讲啊，空主讲吼，袂甲我骗的啦。大叔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。大叔你好。哎，你好，要搭车哦？哎，再见哈。哎，再见再见。再见啊再见。家上解安全。大叔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听你讲你做人真好诶。啊，孙家孙家啊！来，歹势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自细汉到即马哦，啊，毋捌互人遮尊重过呢，真感觉有够爽诶。我嘛就毋甘离开遮诶。嘿，安达。啊，走啊！听到啊，你注意啦。老错。又讲一个啦。我哥啊，卖你妈啦。惯开啦，临时一个减一个嘛。减讲一句话啦。你是无听有无？吼，我实在看袂过啦。逐工啉到水茫茫，拖死因查某囝秋行，逐工体力酒少，这款的老爸哦，真正是白家养老啦。啊，爹啊，走。啉啦啉啦啉啦，你若查某囝，你尽量啉，啉好死。你老咧世间咧话说啊，就是安尼啦，恁某唔才会走去讨客遐缀人走。讲啥？我打你个讲一遍。十遍我嘛讲，你就是安尼啦，恁某唔才讨客遐缀人走。你无做嘅呀！你无做嘅呀！你无啦！你就讲咱缀人走，我讲无。他妈玩家算算，你这老公啥？玩家啦！啊，你讲真的拿来玩呀！不溜。卖都跑！哎呦喂呀！哦，嘿，你也没跑到，我你什么？你站住！什么呀你？你莫带你莫啦！志强，阿姊，你在创啥？无啦，我要去买册啦。你要买册？你敢有钱？有啊，我有钱啊。你看。阿伯你好。你的钱是不是伫遐市场做实摊？啊，姐毋是甲你讲过，钱的代志我会想办法。你只要好好读册，准备考大学啦。阿姊，你听我好啦，莫讲，我正要来找陈医师，等伊才讲。阿平啊，阿平啊，你爸一暝打遐都唔拍啦，见也看卖啦。哎，记落记诶，你白名才要坐船啊啦！你讲啥？点点啦。要来游港啊？我要来跳港啊。
这个添好啊，实在吼。这个人即摆有昏昏死死。头家啊，因兜带队。因大好我看。细你啦。好好，啊，还有开啦，伊袂死啦，毋酒醉尔啦。头家，你敢有水？有，我带你来摕。酒鬼啊，好起来啦，靠起来啊！喂，你是啥袂起来啊？起来啦，酒鬼，起来啊！好起来啊！阿爸，起来，好起来啦！哎呦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干我爸，阿爸，哎呦，带紧，等于说，志强，你做啥啦？我是爸爸的啦，你误会啦。阿爸，安怎？哦，最痛，哪会才拄好？伊老病。哎呦，等下叫陈医师开药互你食，一定真紧就好啦。你讲啥？伊开药我食，免，我唔敢食。为什么嘞？煞唔知伊哦，医师太高明的啦。医师哦，用得我身躯哦，伤拍算啦。哪会讲笑啦？陈医师，今日真多谢恁两个甲阮斗相共，啊无阮爸伊就有麻烦啦。袂啦，你莫安尼讲啦，这个无啥啦。对啦，啊是讲恁阿爸到底是？阮阿爸吼，是因为阮阿母来离开，所以这10几年来心情真郁卒，毋才逐工啉烧酒。哦，你阿母早就离开啊，欠母爱啦，莫怪迄毋食小弟哦，才会欠人家死。好了，你都无共款啊呢，你温柔体贴，顾水阁得人疼，我就感觉足奇怪呢。偏偏是一个阿母生，哪会差遐济？阮小弟是因为要少年啦，啊，毋过伊心肝真善良，啊，人嘛足有正义感，啊，对阮爸嘛真友好呢。善良会甲我母甲安尼哦？哎呦喂！歹势啦。袂啦，你莫安尼讲啦。我真正看会出来，恁小弟的本性袂歹呢。陈医师，阿便吼，你若要生计的时阵吼，麻烦你讲一声，这边互找较紧张啦。咱即摆无法度走，阿变怎？再搁找机会啦。袂见笑啦，不输鬼，太高鬼，垃圾鬼，我卡鬼。阿嫂，你讲阿遐着垃圾边是啥物垃圾边哈？哎呦，阿嫂唔知，有诶啊。安那？无你惊人讲哟，我看哪要讲啦？吼，你啥要踮外口开查某？你甲我讲，厝内是无晓，都爱去外口买哟。我是比人较短暂尔，敢有比别人较歹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！阿嫂，你讲阿遐着咧粪扫边哦，还是甲别个查有关联的哦？哎呦，戆面的当然嘛是有关联，有关系哦。哦，我知，阿遐，你认着花柳边对唔对？对。叫你的头啦，无。鹅较大只鸭啦鹅，你若鹅是安怎别人来验着鹅，你验了有？迄是邱平安呀吼。邱平安啊，伊的功夫歹，也是卫生所的设备歹。对。哦，你看这款人啦，啊死啊硬嘴皮，啊明明都有够唔肯承认，啊好你食伤影，若要安尼吼？好啦，恁两个莫搁冤啊啦。阿嫂，阿遐到底是着了什么太哥病啊？哈，真太哥，叫做淋病啦。淋病啊！哎呀喂，气团染呢？气团染啦！不要哦，会团染哦。哎呦，哎，拄则有摸着我，哎呦，我去了，我拉出去，哎呦，我卡屁我。淋病，阿娘嘿啊，你真正会团染。恁病，恁爸会着恁病，我着恁爸咧。
是爱困就歹厝。哎呀呀！你给我搬落去啦！你莫你放开。我该做。甲当日就知，你过里边。哎呦，谁会要甲我买我的命？我跟你讲哦，枕头甲你隔开，棉被不爱夹，一人一平。我跟你讲，楚河汉界，你莫甲我拍过来，你拍过来你就知死。我跟你讲。我必须你上要甲照应台，咱喊乖乖，咱也毋是去古早时咱两个同学做要去上京府，佮讲做去上课，讲你有一个。喂，要困啊！你点点莫吵哦，紧困啊！创啥？你甲我摸我的脚要创啥？我看你骹呢，细细肌啊，佮肥肥我做。迄嘛是我的代志，要你管。是啊，阿某困到恁加减拢嘛吸着啊。你喙烂甲人喷着啦！加十几！你毋知你喙烂偌毒，你敢知？你即摆有啉病哦？迄喙烂的喷来，毋对，迄歹紧甲我传染着，看要安怎啦？我喙烂咧喷着会甲你传染，你讲的放噶？哦，伤咸啊！咸着咧，对咧，我咧规斤挂甲敢若万国旗，唔爱。哎呦！喂，你过年200外港，你是安怎？做人当时变个遮几人了？喂，我是啊，启动呀，才久无看，啊，好，你等我换清楚水来吼，好，再见。穿拖洗洗就对了。嘿，老无半输，连头拢无去。有啊，有啊。有啊，我啥嘞？我啥嘞？你给我放开啦！我系衫嚟啦。叫你妈，你是安怎你讲？打死鬼！我系衫嚟啦。我叫你莫甲我讲，你是袂晓听哟啦？我系衫，你甲听到？叫你莫甲我讲，你真正甲挨到？啊，我安尼洗几波，啊，你真正甲我挨到？我想问你讲，我系衫嚟啦。啊，你目睭是去高楼喇叭哟？大部分拢伫遮啦。那咱请教一下吼，小部分的。单调啊，我来看。小气啊！你是当我过身，还要烧到我？看你要去打收工。嘿，莫甲我讲，打杀鬼，太高鬼，嘿！用铁的，你是咧甲收惊呢？喂，你叫我甲你话，无影无伫遮，你讲我一支病，我落长。我走，好，快点。站长啊，你偷到这个收啥啦？哎呀，搞走。搞走。哇，这阵你出去呢？啊，像你这拍拼吼，满载啊，满载。哎，
炸三面条。我要出海啊！我是什么情况？啊，无这边仔讲安尼543，啊，这好朋友遮久啊，咱看到我，敢看到鬼咧，大家行干，咱我真正惨，跳落8条溪啊嘛，洗袂清啊！哎。猪头皮搁脆啊，无敢食。阿嫂啊，咱一直食来这尔青烧吼，遐坐点遐食，足可怜的。你搁咧同情伊，迄阮翁做毋着咧同情伊，迄应该死好啦。哦。唔对呢，遐早点红桃遐吼，蛮不是吼，你买紧来买入来喏。哟，我哪会无去想到啦？人伫咧讲叫你莫炸迄风头啦，搬去办公桌遐食，较袂甲阮画着啦。嘿，无你是无听伊哦？哦，无啊，你是臭耳人哟！我叫你放去办公桌遐食，你是袂晓听哟？紧去！你是咧起笑的哦？阿兄，你是起什么起串串啦？佮敢问看我咧气啥？你对我这是什么态度？啊？莫讲我是强玩弄，算我今仔就太过兵，你嘛免甲我刺激啊！是我牵手伊去站，是我自细听妹妹的说话，你有一当亲人看待无？有无？哎呦，无你是咧大声啥？哈？吼，第大唱，无你什么态度啊？物件你好孤独，你讲敢甲我裁判？无你是要叫我怎对待你？哈？是你去外面外国呢？若无今仔若无即款的下场，家己做毋对，唔好好检讨，搁怪别人。我就甲你讲，我无去外国，你不爱相信。不爱信啦！迄都一定手柄啊验对嘛，无你甲卫生所去验一摆。你教我放屁啦！我才不爱甲你去，要去甲你去，去啥事情？你不爱去？不爱去。OK。哎，好哎呀，大姐，哎呀，大姐，阿嫂啊，咱开始对待阿兄会伤超过袂哈？超过，是伊对我超过呢，伊对不起我呢。我无甲伊离婚，都真加在啊啦。阿嫂啊，敢会是咱冤枉阿兄？啊若无，伊哪会敢搁去检验一摆？哦，你实在是足戆面的呢。迄查甫人的步数啦，即摆咧搬戏互咱看，我才不爱相信。伊敢真正讲去卫生所去检验？毋过我看阿兄也无想伫咧搬戏啊，无咱缀来卫生所看卖好无？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我有一个爱你的记，一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阿兄，陈女士。多谢多谢。陈医师，阮阿兄是要来拜托你甲检查身体的啦。哈，拜托。哦，川牛伯啊，你毋是顶个才检查过尔？哦，你的技术我袂信用的，一个好人，互你不甲敢若陈医师啊，我一世人的幸福就靠你啊！拜托，检查较详细。嘿啦，你的医孙吼就遐高明，所以阮阿兄拜托你啦，吼，拜托。安尼，好，好，无问题。好了，甲我摕迄条来。啥？倒一条啊？听心脏迄条无？你是讲听诊器哦？嘿，你这啦？多谢好。拜托。是安怎？我想怎样？你的心脏足啦。讲我心脏有来，讲我用啊。我惯态你。过来要检查倒一项。惨，过来要安怎？对啦，验了，放尿啦。你搁叫我放尿哦？嘿。哦，恁这是卫生所，也毋是公共便所，逐摆看到我来叫我放尿。来，妹妹，行啦，我带你放尿。好，行。
我爱放尿。恁兜的代志。陈六妹，来啦，跪下来，跪下来。我回来来讲，咱来外口。多谢哈，咱拜托的哈。没啊，没。哎，好佳哉哦。秋萍啊，我若遐着恁边吼，我甲阮阿嫂会去传染着袂吼？你放心啦，你袂有传长辈也传染着啦。真是嘞哦。我呢？只要你莫甲传长辈啊。安怎？我意思是讲吼，这款病甲一般的传染病无共，若敢若生活做伙，迄是无要紧啦。生活做伙不要紧。啊，你是讲，哎哟，无啦，即摆拢嘛无安怎，我要气死啊！我咧安怎？啊，若安尼讲起来，我就袂互传染着啊，就对啦。你安尼讲，我就加足放心的啦。哎哟，两个人我要惊死咧。来，干杯，干杯！啊来吃，阿莫用啊！来，你猜。来，但是我敬你。哎，大家规串敬你啦。哇，这个足欢喜的，多谢你。打一杯，好打。啉啦。哎，干杯啊！当起金去啦！对，咱唔只对。过呀，袂记请教讲你住倒位啊？哇，是咧高岛台湾。台湾啦！我说袂记台湾是孤岛啦。是。哎，听讲台湾的查某拢真水有影无？当然有影吼，你台湾的查某赞，唔那水哦，更来哦，夭寿，阮大有拍一个亲啊！什么？你讲恁大爱拍一个亲啊？啊，你意思咪讲伊已经有女朋友啊？唔是啦，我讲唔对啦，是以前吼有一个亲啊在拍阮大的啦，哎呦，有够水的呢，迄身材哦腰瘦，内部卡车都顶扣扣，唔那呢啊，够足有钱的，迄机票凊彩开到500。好啊啦，这种代志莫搁讲啦，无啥。 500万这尾上哦，啊钱啦，袂走啊！啊？那会飞去？啊，都吼，哎，煞唔知影我无答应啦。伊搁计是讲我嫌少，你知无？伊哦，规日涂骹叫我带伊呢。伊讲哦，我若是甲带，我爱偌济有偌济啦。是，啊，讲吼，迄壳头吼，壳甲老岁老弟呢。搁刷了咧，你有答应无？你有答应无？开玩笑，我哪有可能答应？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，我即马要带是人，毋是钱，对无？我哪有可能为着钱牺牲我家己的幸福？快点来！袂，可能我就追啦。哎，哪会无人要敬我哈？那敬你有啥物较抓？来，我敬你，干杯！好大！来，啉，你啦。歹势，我煞袂记，我明仔载哦爱坐船啦。坐船哦？坐船？你明仔载坐船要去倒位啊？要转去过。够船啊！过船啊，要去倒啊？钓鱼。钓鱼哦，爱钓鱼啦。哦，钓鱼，你咪拜托，下车海边啊，互你来个钓鱼。你要食啥物鱼，我拢甲你传。反正是要蚵仔啦，红柑啦，赤尾带啦，还是我讲，下个皮啊，下个皮啦，下个皮啊，下个皮，查甫人食甲你啪啪叫啊。我钓鱼哦，是一流的咯。臭屁！你一流，我一点一流呢。讲到钓鱼啊吼，你门外汉，敢若我是专家。有一摆哦，我去钓鱼啊，爱拆开哦，规排拢鱼啊呢。迄鱼啊哦，小少要互我钓呢。我这呛住呢，大尾才会使互我钓起来。后迄种代志，我外口臭大呢。你这是啥物面相？你唔相信吼？你看，惊着啊吼！春牛尾啊，春牛尾，这尾有大尾无？大尾。这个无算大尾呢。阮大的迄尾罗麻唔只大尾。这样啦。你身上有刺青，那你们是老麻啦？唔是啦，阮是爱食罗麻，爱吃罗麻。爱吃老麻哦！哎
哟，啊你就免客气，较早讲，我今仔日要知哦，我就做迄个枸杞炖老母啊，互你食啦。对，后摆较食捌煮。我你食较叫唔叫？来吧，来啦来啦，不讲咩话啦，你两话来，我点子啊，来，我拢醉啊，醉啊醉啊醉啊，醉啊，醉啊啦，去啦，你嘛拜托诶，你莫拿错的，我先过先甲你讲好势。阿叔啊，哪会记一个啦？啊哟，啊，当这个是要来讲我，我嘛要困咧，你一个三斤八，起来。喂，哎呦，安尼个干啦，你明来斗 Q 你啦。邱创啥？要人家大，困就好啊。无啦，你唔知啦。我这唔知，我知啦，都困就好啊。哎呦呀，阿叔啊，啊，即马要安那啦？好，困就好，困就好。安尼，够办法，你甲安尼走开。你跟我来就对。哎呦，你安尼最人啦，大车咧。啊，一只那抽咧，啊，这钱。又困啦，休困啦，要去倒休困啦，休困。阿叔啊，你洗爽啊？哎呦，啊你搁徛咧遮，今日摕面桶内底水讲啊。啊，摕面是要创啊？哎呦，你这个戆面咧，通啊底烧水透冷水去互陈医师洗骹手面。来这来。我这就是秘籍出来哦。安尼啊？那有烧水甲等你洗洗骹手面。对啊。从来都无对我遮好。安那，你食咸鲜是无？是啊。你哪有啊？安那搭。系。我来甲你倒烧水，再来甲你烫好死。行啦，行啦。我困啦，足久无困到这两个眠床啊。困你的头啦，咱毋是计划今仔日爱选，即马若无走，天光一定走袂去。行，哎呦，唔是啦，咱即马若选哦，春晓伯啊，看阮无伫房间困哦，一定会四界找阮的。你困啦。困你的头啦，我这去来啦，无滴啊，我搁去北京找。免啦，困遮就好啦。困遮的，困先到北京啦。我无水啦，无水。等你较清醒，继续啉是莫开火，安尼较有气氛。咦？哎，这三狗哪会无？哦，可能去放尿一块。陈医师，我是布丁啊啦，我胖水哦，要你切手面呢。来啦，我给你切面。免客气。哎呦，安尼来手感又条条啦。哎呦，你爱我会歹势，你看，唔爱啦。真是对你嘛。我
是啊是啊，哦，安尼走者，哎，酒拢止啊，找一个所在休困者，等天光。哦好。卡就酸，哦，这菜，哦，哎呦，哎，连大，你是咧吐啥大气啦？咱选出来应该欢喜才对啊。刚拢想要回去，咱即马真正要回去，煞有一点仔唔甘。我嘛做唔甘的，哇，做事啊做遮久啦，啊唔捌互人尊重过。我嘛唔知要安怎写。每一个人咧叫妈妈的时阵，我心肝头敢去检查着同款。我甲志强想了着这样一件代志。啊！你别讲，你别讲好无？阿哥，你知影创立头尾，上海伫后壁甲你踢笑无？你想要要互人看无起咧？阿哥我。你别讲啊！你别讲，一切拢是我，拢是我，是我无路用，我无路用啊！一切拢是我，拢是我，是我无路用，是我无路用啊！你别插我，我是无路用的人，你别插我。阿哥，我甲志强无老母已经有够可怜啦，你莫阁做这种代志好无？阿爸，我求你啦！少年的时阵，我毋是好翁婿，食人毋是好老爸。这世人真正是叫狗了这几年来，无妈妈的日子已经有够悲哀，伊才是我甲志强上大的活口，你知无？恁就是来做我的囝，实在有够可怜。我了照顾家庭，敢若会有人伫我的脚床后滴滴嘟嘟，来写恁的名字。所以我拢袂管，我敢希望你会当对你家己较好。
真正日子要过，我唔是嘞。这样，伊连老较大汉，生产较艰苦。我唔要看这样大学毕业，一时间无完。阿爸，你敢袂安尼想？你哪会遮乖，拢袂怨叹，这摆代志，阿爸真见笑。陈医生，哎，陈医生，啊！哎，这边啦。这边，这边。好啦，我讲。伤吵啦，一个人讲就好啊。哎，安尼我讲啦，是不是？哎，即摆讲互你听，你嘛听无代志真大条，无陈医师来讲都袂清楚啦。安尼就对啦。啊，无即摆坐啦。好，紧，行。你看。好，行。陈医师，哎呦，陈医师啊！陈医生啊！陈医师啊！陈医生。啊，无你家呢？无你家哦。陈医生。陈医师。无啦。陈医师，我第一闭门啦。陈医生啊！这吵吵无？哎，没有啊。哎，安尼敢会昨暗无倒来困？我唔知呢。大医生啊！大医生！大贤啊！大医生！人无见呢，啊，伤怎啦？都唔知哪个昏去啊！我看见啦。啊，甲吵嘛！哎，医生无伫啊，咱是要安怎啦？停！来吹哦！安尼互你注意。你将婆家内底啦。记得啦。哎，秋明啊，你较大声小叫一下。哎呦，早晚无过来，报警啦，小等你啦，小等你啦。哎呀，报警的啊，较大声较紧啦。哎，安尼唔着甲我塞一下。啊，我。喂，那个小等你。报警的，哎，大秋呀，我这个快下面等我。大秋呀！大青，八点了啊！吼，啊，真正无人要插我，一人甲我拼一路。啊，我行这边。哎，你快讲你舒服。我嘞，我先来到。长官啊，还比较吹风。哦。你有看大理书无？大理书，我看人家码头去啊。啊，码头！哎呦，好紧！码头啦，你赶快来！啊，吹了！紧啦！码头，啊，说你码头要做啥啦？你码头要创啥？大理书你码头啦！啊，大理书码头，哎，过来要闹跑！快点啦！哦，那么早唱完都有。哎呀，紧吹啦！哎呦。你背家你无看到哟，拢要减肥，减到伊倒去，愈减愈肥啦！你个差不多我你若做呢，因为爱红红变讲你冲啦！你冲我啦！对，啊，我要开。等者就要开啊吼。开去。哈哈，耶！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你骑什么脚踏车？不对啦！哎呦，我死！哎呦，等我啦！我死！不对啦！哎呦，我真正无插我会掉死！不对啦！我们登去我的地头啊！无会咧孤岛再会啦！开船耶！
今仔日真正会当转去，也毋过煞有一点仔毋甘。嘿，你哪个又来啦？你给我开啊！你避开，你避开啦！要别倒啦！别倒。什么啦？哎呦，陈医师啦，拄好明明就看伊伫遮啊！哎，陈大明明有伫遮啦，无伊啦。陈医师，陈医师啊！哎呦，陈医师，哎呦，那要互我找？报警啊！报警，你是找我无啦？无啦，我毋知走去倒去啊！无。哎呦，哎呀，我想骨找无，害我摔到安尼，规身躯我要疼死。哎呦！准头家啊，稍等下啦！你船尾钓两个人，当唔啥人啊？喂，邓医师啊！邓医师啊！邓医师啊！哎，邓医师啊！你来救伊下未啦？来，我救你啊！哎，免啦，运动者，阮做无运动啊！来啦，紧起来啦，手互我啦！多谢啊！邓医师，等来啦！邓医师啊！你去倒去啦，邓医师！我到这了。等来啦！邓医师啊，终于下来啦！紧精神啦，紧听。秋萍啊，到底烧无啦？哪有搁这烧呢？那是要安怎呢？婷婷，婷婷，婷婷，啊，你有跑无？做到未？啊，人找我。我都找无咧。啊，即摆是要安怎？我想起来啦，昨暗时咱饮酒的时阵，伊毋是讲要去钓鱼？我才晓袂记，我来。拜托你啦吼！婷婷，婷婷啊！喂，大林出等来。真对啊！哎呦！邓医生，拜托你叫我行，拜托。这。啊，你是咧做啥？囡仔病到你无紧去甲看？哎呦，也毋过我毋是，你毋是啥啦？毋是咧臭大啦，我的意思可比花多再世，这囡仔交我绝对无问题啦。阮大是要讲这句话啦。邓医生，我甲你拜托，你紧叫我行，拜托你啦，拜托你，拜托你紧叫我行。邓医生，我拜托你叫我走囝啦。妈，那小干呢？你有食退烧药啊无？有啦，啊，毋过拢退袂落来。邓医师，这是什么情形啊？这情形吼，叫我看应该是出毛啊。哎呦，毋是啦，出毛啊，就爱出一粒一粒红红，敢若布条啊安尼，啊这也无啊啦。啊，就是出无出来，毋知脚咧体力，毋知烧袂体。啊，你假搞，医生都无讲你讲。恁较安静的啦，有邓医师检查者吼。我邓医师，我拜托你去甲救来。好啦。系啊啦，但即马因要叫我救这囡仔，但是要安怎啊？邓医师啊，啊你的手哦，那会被抓啊？啊哦，这嘿，有，迄毋是皮皮叉啦，迄是人吼伤济吼，伊会紧张啦，紧张啦。啊，恁人遮坐伫遮，啊无薪水五靠坐坐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兄弟们，我坐啦，我坐啦吼。恁两个吼，马上去外口啦吼。搞起来啦！无要紧啦，吼，放心啦吼。哎，秋萍啊，我是个助理，我对应啊。啊，我后孙呢？我助手啊吼，我要烦恼啦吼。那才无人紧来选，袂用咧啊！即马这个囡仔遮尔危险，咱袂用走。不过这囡仔搞这条鱼，无才调歹想办法啦。叫秋萍入来，紧。袂用的啦。秋萍啊，看到你这个胆色吼，咱身躯就撇去啊。是咱的身份较重要，还是这个囡仔性命较重要？去啦！去！好了，等下你看，哎，这就荨麻疹嘛。我说过啊。你敢会记哩？以前师傅常常开的迄两条药啊？这是都一味啊。无要紧，你甲汉阳店先生讲，伊就知。这个陈医生呐，就我大了。
那给人治病也怕被人家看，会不会是他的医术啊不够高明啊？怕被人家给他闹亏啊？哎呦，老王啊，你唔通安尼啦！迄个饭会去乱食话是袂去乱讲呢。你做到一个医生摕到执照哦，迄都迄医术真高明哦。啊，若无你考试嘛考袂过。是，等你连警察做不好势，搁讲批评医生啦。拍水。奇怪，但医哪一点拢无像医生，敢讲伊？问题吼，信用人安尼就对啦，对无吼？周平，你是咧想啥？像我一个头安尼戆心啦。无啦，我无咧想啥。吼。我今摆做医生咧看，免烦恼啦。做物件哦，遮倒位有汉药店，还是青草店？汉药店啦，啊你问这要怎？要救因啦。啊？哎，奇怪了，这个陈医生是个西医，他怎么会叫你去买中药啊？这怎么回事？是啊，哎呀，无讲你唔捌啦，阮年头唔是普通的医生哦，伊若西医好，中医又搁赞，这叫做中西合璧啦。想袂到，阮陈医师哦，遐尔啊高，迄连中医嘛会通呢，吼。好，别胡啊！对，汉药店在倒位啊？哎呦，刚刚有一间呐，我带你去啊。小水两汤哦。啊你讲啥？小水两汤。两汤烧水，我当是要创啥？都无咧生囝个。阿嫂啊，阮陈医师交代吼，一定拢对的啦，咱照做就是啊啦。行，呀，小哥水。啊，昨吵阿宝啊，昨晚我去找你啉烧酒来走倒去啊？无啊，我在这里无用啦。我靠，皮无用，开店咧，你叫你我来，调啦。差不多到了啦。老金。哎呦。好大！哎，马上退掉了。急死啦！记，来，烧来，大医生啊，小水来啊！啊，等内底什么情形？无情形咧，点酒。哪安尼啦？啊，等叫阮烧水旁来，啊，等扫入边啊。大医生啊，小水来啊！大医生，你唔开门啦！大医生啊，门唔开，是要咱旁烧水入去啦？大医生啊，你搁开门啊！小水已经来啦！大医生，紧开门啦！大医生，你唔着紧开门！这个好牛足害呀，叫伊买解药啊，买照顾。大医生啊，紧个啦！哎，好，来啊，来。更加牛，更加。囡仔，但即马是安怎？无安怎啦，恁先处理，交我来处理，好，先处理。是要安怎处理啦？啊，不，我有办法啦，无问题。先处理。面滚哪里？哦，多谢。哎，传咩啊？你嘛赶快，先处理。我传丢了。我知啦，来子，你嘛赶快。凉皮好，好，先处理。哎，囡仔要搁再烧啦。你要先甲囡仔注射一了无？注射？是啊。我是感觉哦，这个囡仔体质真歹，你知无？而且还阁细汉，这若是甲注射，伊若是过敏就害啊。是安尼哦。这囡仔体质若遮尔啊过敏哦，我咱先用酒精甲处理一下啦。酒精？是啊，先甲伊体温降落来啊，安尼敢唔对？啊，无大叔，你讲免啦，你讲我来做啦。哦。大叔，你这烧酒要创啥？哎，讲了你也唔捌，安尼好啊啦，你先处理。啊，就等这礼拜，我给。我来处理啊！你也出来？是啊，我今日要安怎？啊，囡仔是有较好无？医生讲安怎？大医生啥物拢无讲嘛。安尼，啊叫咱传咧烧水，啊他到底是要创啥？是啊。我嘛感觉足奇怪，啊囡仔明明就烧甲安尼啊，照你讲哦，应该先冰敷晒热才对啦。啊，大医生内顶都准备烧水，唔知要创啥啦。这根本就是违背医学原理嘛。你无像一个医生呢？无像医生哦。周平安尼讲哦，咱嘛感觉客气哦。唔敢咪你去请你请个先。我，阿嫂，无袂
哪有可能啦？啊，我哪有可能去抢着车卡绳啊？哎呦，啊若真正安尼，我弄笑死啊！我会闹鬼死呢！这，下妈做娘娘啊，这毋是咧讲笑呢，人命关天哦，拜托你着保庇哦，互陈医师有才调将迄个囡仔甲医好好啦。拜托。妈做娘娘，我跟你求，我拜托你一定要给我找囝救起来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。哎呦，阿K啊，夭寿哦，妈祖婆啊，你着救救溜溜，啊若无我是会害溜溜会用笑死哦。拜托，小保庇一下。啊，无下一个愿啦，布袋戏你若有兴趣吼，囡仔若好，我一定请一团甲你答谢啦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予我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你莫再哭啊，妈祖婆啊，上帝会甲咱斗保庇，互咱囡仔无代志啊。有咩得啊？有咩得啊？有咩得啊？哇！你buka pintu tamu. Ini tengok kan gue deh. Bisa lah.啊！你这只铁马是变咱6号马啦！哎呀，全你啊，你唔知啊，这摆啊，我的损失惨重啊啦！你看嘛，这台车啊，跟了我10几年了，是我的宝贝了。哎，今天呢，居然毁在他的手上了。跟我这边比的，是你看了这开一波动啊呢？你讲啥么呀？是你的技术不好，你敢说我脚踏车不好？你搞你啊！哎呦，你吵这个吵这个。哎呦，我够啦哈！叫你买一个药啊，买遮久。领导诶，我拼性命，你赶来拄啊，好爱吃。好啦好啦，药嘞，你吃啦。来紧点紧，快手赶紧。好呀！哦，谁你呀？我出手呀！放假放手，这我来啦，你去抓药啊。我够手呀！哎呀，我来抓药啊啦！哎呀，我赶紧来。咩，我赶紧去，对不对啊？无咯，哎，咩。哎呦，够手呀！就知影步数拢垫出来啊！你一定要为着你阿爸甲你阿母好起来，好不？小，哎呦，那个把咱关起来，那把咱入去啦，较好无啦。食病才会好哦。哎，安尼嘛毋是办法呢，大手诶。大手，我看安尼毋是办法呢。啊，咱店这呢戆戆等啦，爱咧内面毋知咧舞啥货，我看规个弄入来啊。哎，对，吴进雄。阿嫂啊，阮陈医师有交代啊，交代讲咱袂使入去，啊，咱若规定拢弄入去哦，啊，若电骹拍手，若去人耽误，就是要安怎啦？你看安尼是要安怎啦？你若说讲道理，到这等咱毋知咪阿爸咧内底是创啥物，弄入来。弄入来哦，来，别忘了记啊！来，来。记得。阿未就行啦，你已经退休了。退休啦！我刚才，阿伯弟弟，弟弟啊！金星啊！真是啊！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啊，观世音菩萨、妈祖婆有够灵感啦！看着狗嘛，啊着神啊着灵啊！哦，那阮陈医师哦，医术足厉害，足厉害！多谢。陈医师啊，你一定足忝的哦。哎呦呀，啊那规身躯拢全挂，来，我给你吃啦。别，我记来就好。多谢。来啦，大医师啊，多谢你叫我抓起，我惊这世人唔知要安尼甲你感谢。小刚妹，起来啦，起来啦，别安尼啦，别安尼啦，起来啦。
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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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恭喜！好佳哉，好佳哉，天公有保庇哦，救着这个囡仔。阿弥陀佛。失去的我，感谢天地庆祝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若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来，摕等去食平安的，哈。来，阿伯嘛，互你食，来小姐，互你食到水当当。哎，英雄啊，来，摕等互你阿嬷食饱哩，来，唔对咧，船长嘛，社客因后生破病，安那你咧社神？哎呦，无差啦，搭共庄仔头脑有分享的囝，迄原是我下啊。是安尼哦，船长嘛，你做人真正世人尊重啦。船长伯啊，你那传了船长们这种保护，真正是福气啦。福气，啊无敢无呢？啊，福气。来。是我42做未到，员工。恁病夫你考起恁遐检验就，怎验了安怎？传英嘛，歹势啦，我袂记甲你讲哦，你该要检验尿管，唔知去有啥弄破的。哈，弄破去哦！我这完相信嘞，甲遐尼拄好。哦，敢会是阮翁挑人叫你安尼甲我讲？你家斗空啊要变我的哦？无啦，是真是弄破的啦，干嘛呢？是真实的啦。这款代志，我哪敢甲你骗啦？哦，传英嘛，你若唔相信吼，无拜托你请传英伯过来检验一遍啦。哈，搁去验一遍哦？这摆我会特别较注意啦。哦，啊，阮两个阿某就规日母子出来就好啊，别项工课就拢免做。去验是袂要紧，啊，你这个卫生所嘛真无意思呢，用解就就讲迄玻璃丝啊，吐一个就破，像遐足无通的。啊，你都知影吼，咱卫生所本来设计就较简单啊，这嘛无法度的代志。验是好啦，啊，若搁破去呢？对啦，传英嘛，这摆哦，我会特别较注意啦。好。我有办法，只声互你拢袂破。你敢大去带？啊，你对我行落好，你讲我要去带？你拖你啊，我就讲对啊，你讲。你讲学我安尼？你创啥啦？创啥？你就对我行就对啦，你找所在，叫你放尿啦。我放尿？你免假哦，秋萍甲我讲你顶抓去验的迄个尿管哦破去啦，叫你搁去验一遍啦。没话啊。安尼伊做人就太无得听，你也了解呢。迄讲哦，对我来讲真重要哦，这代志大条啊。迄讲啊，关系到我的名节，关系到我的名声呢。名声，啊你要假嘛假较成的，是毋是你头巴结秋萍，叫伊配合你甲弄个破的？哦，你嘛拜托的，做人莫安尼总爱讲理了。爱我讲理嘛用的啦，无讲理拢是你俩的啦。若要我信用你吼，去，搁去验一遍。哎，好咸，你日子记袂伤粗。安尼毋则袂搁破去。哎呦，你让我行一个。阿嫂，啊你来伫遮咧哭死啊啦？无创啥啦，啊你赶早是要去倒？这吼是海尾电脑膜啦，啊我想陈医师遮尔啊辛苦吼，送要去甲报一下啦。哈哈，啊这摆免我甲你教，你就遮巧哦，会晓炖这海尾电脑膜。这食都是点点叫，你敢知？哎呦阿嫂，你讲笑啦！啊，我只不过是只关心一下尔，也无别的意思。啊，我也无讲你要创啥，啊，咱家己的人就咧歹势声啦。哎呀，你是好的啦。好啊。哎呀，你做啥？有树林啦，创啥？有树呢？哎都，你人听无啦，莫问啦。不得不吃。哎，你若说吼，真正。哎呦，莫摕来这边啦。啊，迄啥？
结婚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困较低啦，无卫生。啊，你甲我叫你我就，拉屎鬼。哎呦，啊，我真正切甲会扁扁啦，别见笑啦。无定啊，你要去卫生所对无？阮甲你斗阵来。哈，行啦。哎，莫啦，你莫去啦，哎，我会歹势啦。但我是要去找陈医生呢。佮再讲吼，可是讲陈医生啊对我有意思，你看因济人伫哦，伊煞就唔敢拍。哟，你原来是叫观众来看就无意思。我都无想到你，那安尼这关是要安怎？无拜托你找去啦。哈？去啦。臭流血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心情亲像一只船，哪会今日足欢喜的咧？我即摆好敢若英雄的咧！哦，这款主意哦，真正有够爽的啦！爽你头啦！你真正计讲家己是英雄？这届是咱好运，甲讲逐届拢会当准过。小等，还有人咧看病，阿免怎？大家拢伫咧看报纸。算。陈医师啊，啊你要出去哦？啊要去哪？无，阮无要多早啦。讲啥？在讲话啊？无啦，我讲食柑啊。食柑啊？真好乖哦。没啦。啊对啦，陈医师，啊你敢知我今日点啥要你食？来，可惜。哎呦，好头的人我食的。啥啦，无你的困难，莫甲我摕啊。这哦叫做海味炖龙麻。龙麻？嘿啊，这龙麻哦，食了偌赞的哦。老麻，我若是真正食伊的物件，以后我就稳死。陈医师，来。好，这哦爱香讲香的来，啉一杯。免，我身体受伤，这味袂合啦，唔免啦。免啦，那这边哦打扫是拄好，那你食了到地哦，哎呦，偌赞呢！来，免，我切一嘴啦，我。免啦，真正。你莫搞假的，我来想。小平啊，你来啦？小平啊。小平，你走倒？我都去鸡仔店，甲你甲好你买一领批啦。我惊你2个半暝啊，掠抢杯抢来抢去啊。对啦，小平。来。我先入去。小平啊，这是阮阿嫂吼叫我交代互你啦，拜托替阮阿兄吼，搁验一解了啦，拜托。好啦，交我。多谢哈，好了啊！要不要死，莫人食，甲你讲，这无你的份，你哪来啦？陈医师，来啦，你食。免啦，小明，你不是有代志要甲我讲？有啊，你袂记哩啦，行，咱来外口讲，行。免，咱咪就回来哦。我走啦，陈医师啊！这是单亲匹马车，最后利用夜间的时，甲无法的金钱，我来提供资料去，感谢，你在唱啥？以后我就用吹杀的我感觉哦，你甲别的医生拢无共款。哦，安怎讲？看你看伊遮入的哦，拢无亲像别的医生共款，结一个困难。我感觉你人足好斗阵的。回来。恁有想要食李仔肠无？买无？有人有？快点，麻烦你分到伊。来，有人有来。哎，谢谢叔叔。来，快啦，真久无这么欢喜。哎，这你。什么
物代志，互你遮欢喜啊？看到这个囡仔，我就想到我细汉时。迄当阵，想要食一粒糖仔拢无时间。我无爸无母伫孤儿院大汉，迄当阵哦，一碗饭食就头手，哪搁较远梦会当有啥钱？即摆我大汉啦，有一点仔能力哦，会当互这个囡仔快乐，我嘛感觉真欢喜啊。我听你讲哦，才知影你的心碎。看你对这个囡仔遮尔好，我才感动。无啦，你莫安尼讲，这哪有啥？讲伤啊！我伫咧讲伤啦。等一下，你写了啥？无啦，多谢你的气水。我只管气水尔，有啥通多谢啦？我才甲你感谢，请来遮服务。这几年来，我才感恩你一个人，实在让我真感动。其实我哦，林总，你是不会想要等倒笑？我真正是一个足麻烦的人，不是麻烦来找我，就是我去找麻烦。我真正是想无呢，是安怎做人有遐尼济不得已？在我的心目中，你不是麻烦人，是一个好人。好人，迄是你无了解啦，你真正是无了解。你来电啊，家己咧细细念，是念啥？无啦，我是讲恁遮风景哦，真正有够水。真正以后哦，是毋是阁有机会会当可以来遮住？我的代志，我再去讲。哪会我伫咧遮拄到一个遮尔好的查某囡仔？伊遮尔善良，遮尔啊古锥。也毋过尾啊，原来是知影我是一个假医生，是要安怎咧？唉，时高时短短啊。冷冷的雨，亲像是无意义的闲话，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，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假假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敢
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。